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Finny 姨姨呢個頻道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勾呢款漁夫帽。呢款帽咧勾織起上嚟都好簡單嘅啫。材料咧就用咗一款環保線材，佢有清爽透氣、抗菌、防水、防曬嘅功能㗎喎。勾好咗之後咧，你就會發覺帽身柔軟，咁就容易收納啦。就係呢款日和藤條啦，望上去好似幾闊咁，但係因為佢夠柔軟咧，一勾起上嚟咧，佢就會皺埋㗎啦。我哋用5mm嘅勾針嚟勾，呢支大眼圓頭針咧就愛嚟收線頭嘅，仲準備一把鉸剪仔同埋一啲記號扣添。首先將條線翹起啲手指處起針，將兩條線交叉相疊。反去後面，用另一手指夾緊條線，勾針向下穿過第一條線，勾第二條線，翹線帶過啱啱勾起個圈圈，咁就形成一個短針啦。跟住勾多7個短針喺個大圈入面，總共8個短針。我哋右手翹線嘅時候呢，左手最好呢捉實已經勾起咗嘅短針。咁樣勾出嚟嘅每一個短針呢，大小就平均啦。8針勾好咗之後呢，就褪咗啲針出嚟，然之後呢，揾翻個線頭出嚟，將佢拉緊，就形成咁嘅形狀，好似把線咁嘅。跟住就要頭尾相接，形成一個圓形。勾針穿入第一針。翹線，將支針拉過2條線，咁呢一針就為之引拔針，咁再輕輕扯緊，咁呢個圓圈呢就會緊實好多噶啦。拉翻緊條線，再勾多一個鎖針嚟固定帽頂嗰個形態，再稍為拉緊個鎖針，咁勾出嚟嘅夾口呢就冇咁明顯，靚好多嘅。跟住就喺第一針嗰度呢，勾2個短針。勾完第一針之後呢，喺同一個位置再落針，勾多一個短針，如此類推，每一針勾2短針。咁第二圈呢，總共有16短針嘅。勾完第二圈之後呢，我哋亦係好似頭先咁樣，將佢頭尾相接，先勾一個引拔針，喺第二圈嘅第一針嗰度落針，將條線拉過去最尾個針，稍為拉緊，再勾一個鎖針，跟住勾第3圈，喺第一針嗰度呢，勾一短針。再喺第二針加多一針，勾2短針。咁2針呢，就勾出3針嚟啦。第3圈嘅勾法呢，就係勾1針就加1針，咁總共呢，就係勾出24針，咁就啱啦。跟住就頭尾相接，去到第4圈呢，就每2針就加1針。以呢個方式勾8次，咁即係代表加咗8針啦。總共勾出嚟呢係32針。頭尾相接之後呢，我哋就開始勾第5圈啦。第5圈呢唔使加針，我哋都係勾返32短針。至於跟住嚟嘅每一圈呢，就根據返而家顯示出嚟嘅針法嚟勾咁就得㗎啦。咁勾到咁上下呢，個帽頂呢就會變得又圓又彎㗎啦。勾完12圈之後呢，我哋就用軟尺量一量，量出嚟呢，大概比實際嘅頭圍呢多3-4 cm， 咁就差唔多啦。太緊嘅話呢，就箍住個頭唔舒服；如果太鬆呢，又覺得頂帽空蕩蕩。我呢度勾出嚟呢，就有60 cm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開始勾帽身。13同埋第14圈呢都唔使加針，每一圈呢就勾72短針。為咗令頂帽呢更加透氣呢，咁
咁跟住落嚟呢，就會用扭胸嘅方式嚟勾，開始勾第17圈啦。咁喺第16圈嘅第一針裡面呢，就勾一個短針，然之後呢，再勾一個鎖針，留空一格。喺第3針嗰度呢，勾一短針。規律呢就係一個短針，一個鎖針，一個短針，一個鎖針咁樣。中間呢，喺短針與短針之間呢，就留空一格。勾出嚟嘅效果呢，就係咁樣，有啲鏤空嘅花紋，令到頂帽呢就更有美感啦。好啦，勾完帽身之後呢，咁我哋就開始勾帽檐啦。而家呢，就勾到第20圈，同樣喺上一圈嘅第19圈嘅第一針呢，勾一短針，第二針呢，就係一鎖針嚟嘅。我哋喺個窿嗰處呢，再勾一短針，就係根據啱啱顯示出嚟嘅加針方法呢，繼續咁勾。由於帽檐呢，越勾就越多針，為咗方便數針數呢，我哋就可以用記號扣記低加針嘅位置。咁就唔使話勾漏咗或者勾多咗針數啦。勾到記號扣嘅位置呢，我哋直接勾2針短針落去，再將記號扣呢轉扣返加針嘅位置，咁就容易記啦。繼續依照顯示嘅針法呢，勾完第30圈，咁呢頂漁夫帽就勾完啦。跟住呢，就嚟收針同埋收線頭，預留大約8寸嘅線頭，再用大眼圓頭針呢，將頭尾相連。首先跳過第一針，穿落第二針嗰處，拉緊，形成一個辮仔嘅長度，跟住穿落去最後一針嗰處，跟住再整理下啱啱形成嘅辮仔。咁嘅夾口呢，就會變得好自然㗎啦。然之後呢，就再收好剩餘嘅線頭。帽頂嘅線頭呢，都係咁樣收法。所有線頭收好晒之後呢，整頂帽就大功告成啦。如果想更加美觀呢，我哋仲可以加條絲帶落去嘅喎。好啦，今日嘅介紹就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個視頻見啦，拜拜。